曾遇過億年不見天那邊，身於這飛船通年，安於這宮殿。當找到呢個這藍綠星，空氣相對穩定，找到這類電腦就煞停，找到這星真高興，成就旅程啊！人要養成，風要安寧，人有生與命，整體那班人不停拒絕去安靜，說我話我那我是怪胎，我是空有害，對我暗處殺害，我逃到城外，乘着救生艇不如之中，七月有意外，離開我吧，真正我到天邊不理萬語嘛，離開我吧，容我偏不喝這杯茶，離開我吧，帶到溫柔這的一班抱住四大淚喧嘩，留低青銅器裝吧，別弄掉花，我放小話，為嘴巴。當一覺醒來，竟會出意外，成體有飛船飛來我國界之內，說這部書冇進步最高，太過放肆態度，這個跳100人都可以當新聞，人類確是太差。離開我吧，真正多到天邊不理萬語嘛，離開我吧，容我偏不喝這杯茶，離開我吧，帶到溫柔似的一班抱住他，月球喧嘩，無知這裏邊攀爬。月球上能漫步優雅地喝茶，離開我吧，不要揀我好嗎？離開我吧，給你山的水影將你滅了吧，岩漿跟火花，不要逼我亂咁死好嗎？這個今次不跳也好吧，離開我吧，為何？只需我一句話，風秋來雨降下。